2018年嘅 Benz A250，呢架咧就2.0 Turbo， 有224匹嘅。咁咧有 AMG Link 啦，多功能軚盤啦，跑車座位啦。呢架咧就代步啊，做腳一流，因為 CC 細，燒油咧都肯定唔會多嘅。恆溫冷氣啦，藍牙音響啦，5座位啦。細車嚟講咧，呢架好實用嘅。咁咧後邊咧，睇睇後邊座位可以泊低，係啦。咁啊裝大件嘢冇問題啦。揭背款嚟講咧，就即係大尾箱啦。實用尾箱，4門5座位 ，AMG Link 係啦，呢啲好實用嘅。咁啊，新車成40萬㗎，40幾萬㗎，而家1/4到啦。咁啊，片尾有我聯絡，咁啊可以直接約我睇車。2018A250。關注汽車生活，精明揀汽車，生活更自如。